继续来看人物，高雄民农出身嘅画家曾文忠，係一屆客家共享獎藝術類嘅傑出成就獎得主。74歲嘅曾文忠，佢生年入提做美術教育，為畫壇培育嘅許多人才。桃李滿天下，也作品以客家印象為主，充滿了客家人文關懷，也關心用藝術來表達，以及熱情用畫筆來表現，來看曾文忠嘅非常人生。詳細潛出相片底部緊密的線條，用簡單的粗筆畫出規狀化的主體結構，然後再一筆一筆填上美麗的色彩，鄉土畫家曾文忠的畫風自然寫實，呈現其對風土人情的真實情感，尤其係孕育其身為藝術家的故鄉民農。我就想頭擺50-60年前嘅那個情景童年嘅生活嗰度，我全部畫出來，所以我今畫嘅客家東西幾乎是那個頭擺嘅事情。明嘅事情，按佢係能夠出客家嘅文化嘅精髓喺嗰啲啊。曾文忠嘅彩筆畫片嘅古嘅民農，像係孕育民農平原嘅民農河、歷史悠久嘅東門樓、建築社會嘅三匹古蹟建設田，以及棉市山下嘅總政府一島，後來佢嘅視野擴大到貴嘅綠隊，甚至係台灣所有嘅客家莊，而可用圖畫將客家嘅印象保留下來，本客家子孫做得世代流傳。我畫特別嘅客家嘅服裝啦，嗬。啊！把種結婚嗰度，特別嘅婚禮嗰度嘅那個信仰上嘅網度，等我全部嘅發起來，將來我哋後頭上啊，嗰說嚟來嘅那個說客家嘅嚇，那個就是客家嘅東西。熱愛鄉土嘅性格，曾文忠在台南師範特殊嘅時節都已經表現出來。當時有一隻可愛花桂花嘅山水，結果佢竟然就故意設計嘅故鄉去畫民農嘅山色，竟因為唔熟悉嘅山水根本都畫唔出感情。呢個想法台佢日後出國考察嘅時節得到嘅驗證。告訴嘅不是為世界各個去考察嗰種美術，參觀嗰個西洋嘅美術館嗰度，看到每一個家嘅那個畫家。對人家家嘅那東西畫過多咩？我咪話，我客家人覺得我應該畫個客家東西出來。曾文忠最拿手嘅都係大幅嘅創作，尤其係雄偉嘅山川建築。故所佢不是受到學校嘅邀請，去教人地筆畫壁畫，畫係以後佢完全都唔輸錢，目的係為了愛本美嘅教育融入生活地筆，培養更多嘅藝術幼苗。對教人可是教人畫圖上課嗰度，按個嘅有乜個太壁嘅人畫壁畫本嚟。讓學生嘅面嚟上課嘅，講到啊一下啲人都搞風景改正。曾文忠一生人做教員，對於學生嘅教育相當嘅重視，故所佢決定將一筆客家貢獻獎嘅獎金全部捐出來，作為民農提起文藝推廣嘅經費，顯示出佢對家鄉嘅回饋唔單止係法治上嘅關懷，還發揮到人才培育嘅實質幫助項。客家新聞陳文年高雄報道。